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向义奎，分享曙光2礼拜的社会思辨部。来，上个礼拜，俺就家庭地图教各位家爱娘扮作性教育，2礼拜千金教人，我的关心咩？性用饭搞，好搞片。唔啲學校應用嘅上性教育嘅課程咯。就義父聯袂的調查，有為3成嘅先生上課會調試每個新知識。另外有一般客家嘅國小5年生嘅學生嘅，同7成嘅國小6年生嘅學生嘅，冇研究都似家曉用嘅避孕。孩子呢，他会认為就是喝可樂是可以避孕的，或者是透過體外射精其實是可以避孕的。那我想這個其實大家多多少少都會誤導。學校想到一教同學用嘅避孕也得安全性行為麼？家長嘅意見其實所長太馬，其中反對搞避孕嘅也得家長係支持素質教育。素質教育係對美國教會發展起來嘅，當然都是睇美國政府動錢。自從傳到台灣過後，有採訪外家第三者也得志工團體用免費嘅線上韓國教材去到中小學來做素質教學。而學生嘅顯示，喺結婚前做唔得有性行為，或者得伊個朋友、伊個老公永久唔分開來做。志工先生咪本人要求做唔得教學生嘅避孕也得安全性行為，一下就有立委爭議，也得教材係違反可講，嚟看下立法院都會質詢係樣嘅講嘅。這個團體涵蓋了，照他說起來，涵蓋了1/4國小的這一個所謂的生命教育彩虹媽媽。如果你要成為這個彩虹媽媽，你必須簽署一個這個師資訓練的信念檢核表。我不會搭配綜合性教育或安全性教育的方案一起教學。請問教育部的這個性別平等課綱裡面，是不是有說要教安全性教育？有嘛？是。我們有說要教安全性教育，我們有要談各種的性教育嘛？他們教的課程，老師自己必須要簽署的是，我絕對不會教教育部要大家講的安全性行為。經過立委嘅質詢，教育部講會開始調查。不過其實素質教育已經來到台灣幾行年呢，嚟談看啊，是上高高會一條太高高太姐姐形容嘅上嘅。因為我國中的時候是念私立的天主教女校，然後時間大概是10年前左右吧。我記得婚前守身卡那個時候是，就整個學校呈現一個很逼迫的氛圍。就假如說你不簽那個婚前守身卡，那個氛圍感覺就是你好像是一個蕩婦。某1-2個學期就會有幾週的時間是得勝課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次，他那個姐姐拿了一個蘋果到班上，說：“哎，你們現在開始砸這個蘋果。”大家聽到砸這個字就非常爽，然後就開始狂丟。然後那個姐姐之後就拿着那個幾乎會砸爛的蘋果說：“來，你們看哦，女生的身體呢，就像這個蘋果一樣，經過一次性行為就被砸過一次。所以呢，你知道那個性行為哈，對女生的身體是很傷的哦。最後一次課程的時候，就是你還站起來舉起自己的右手發誓，我叉發誓什麼，覺得拒絕婚姻以外的一切性行為。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很奇怪了。既然性行為那麼傷，那婚前或婚後有什麼差別嗎？我來談學校嘅性教育，你為大家邀請到專家是教育現場專門教性別平等線上嘅先生，為大家分享係廣佛國小嘅劉祝和劉先生。劉老師您好。我是來自高雄市港和國小的老師，那目前也在高雄市教育局的國教輔導團做輔導老師。所以我剛才介紹你是性平老師的老師。可以這麼說，就是我們會出去對一些老師接受他們的諮詢，這樣。剛才我們看了2段影片，那我們也可以跟大家一起來介紹一下禁欲式的守貞教育，它有哪一些教材的範例。透過我們整理的這個資訊，可以看到很強調的一個重點就是不要有婚前的性行為。那他就告訴你，假設你婚前有性行為，會有什麼負面的影響？比方說用蘋果那個丟的比喻，就是說如果有1次婚前性行為，就會帶來1次的傷害。那會不會嫁到不適合的對象，娶到不適合的老婆，以及對象如果未成年，上個禮拜我們也談過，當然就是違反觸犯法律。首先，你認同1次的婚前性行為就是1次的傷害的，認同的請舉圈，不認同的請舉叉。
阿哲，你认同？心理的层面还没有准备好，然后对方可能也还没准备好，然后就莫名其妙就被凑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算是非常误打误撞、莫名其妙的，就是一个行为。OK， 我认为啊，如果阿哲你觉得性行为就是要准备好，那其实你怎么能保证这个人还没准备好，或者是已经准备好？他可能还没结婚就准备好了，或者是甚至结婚了，但他还没有准备好要做性行为这个动作啊。我是觉得这样子的所谓的性教育哈，它传达的是一种非常单面的、单向的一种思考。现在晚婚率非常的高，大家就是结婚的年纪越来越晚。一个30岁或40岁还没有结婚的人，你觉得他的生理、心理到底准备好了没？就是说，我们准备好了没？难道是就是在有没有婚约这件事情画一条线？就是我结婚了，就是表示我有准备好了；我们还没有结婚，就表示我永远还没有准备好吗？他可以讲那个好的方面，比如说像2个男女朋友嘛，然后本来感情就不错。啊，如果他发生性行为的时候，就是干柴烈火，爱得一发不可收拾。啊，这样子的话，那他们2个或许就会结婚，结婚之后还是会有性行为。那这样提前性行为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你可以就是课堂上啊，就是可以分组讨论，就是好的和坏的，然后互相去反驳对方。那下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重点，那个女学生刚才提的，要写一个叫做守贞卡，是吧？它的文字呈现是：避免婚前性行为，就是给未来配偶最好的礼物。我向日葵决定要许下宣言，将一生献给真爱。我要拒绝婚前性行为。针对这个婚前不要性行为的宣誓卡，认同的请举圈，不认同的请举叉。好，全部都举叉。我们自己原本的小额里面，是不是也有人有接受过相关的守贞教育？我们也有做那个刚刚 VCR 里面的那个宣言。对。可是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做那个宣言也就只是做个样子，要做不做还是看在我们自己呀。就是其实，而且学校其实像有些男生会觉得说，我何必为啥要做这种宣言？就是有些男生会比较反骨一点，然后就是他们就不做，学校的那些老师就会逼迫，就会带去骂说，你知道这是婚前性行为是一种多可耻的事情，所以他就会骂我们班的男生这样子。那其实他这种填这种守贞卡的方式，其实是强迫性的，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填。那这样子会不会对一些小朋友或者一些接受这样子的人的心理造成伤害？就是婚前性行为这件事情，其实是在于你自己的需求或者是欲望吧。应该说，如果你和你的伴侣都认为可以了，然后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争议的话，那其实也没什么不对，不是吗？你要在我们还这么小的时候就强迫我们去对自己的未来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也不太对啊。你只灌输他单方面的资讯，然后又强迫他一定要填，我觉得这样不对。上礼拜来过的小山，你也接受过守贞教育？你接收到哪些东西？我就是有一次，他们就拿2杯水，一杯水呢它是蓝色的，叫做阿男；另外一杯水是绿色的，叫做阿女。然后呢，他就说他们2个就是男女朋友。然后有一次他们做婚前性行为，然后2杯水倒在一起就变成很恶心的脏水，然后所以就变脏了。小山的妈妈。其实我的小朋友带了这个2杯水的案例回家之后，我还蛮惊讶的。我就甚至跟另外一个妈妈一起去查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原来他们现在会上这课有所谓的性别教育平等法。专家在这边。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因为性别教育平等法，所以从小学6年级开始到以上，要开始在校园里面进行性别平等教育。那如果它是法规规定的东西，你是不是要有专业的师资，他很懂这件事，很知道该怎么回答小朋友的各种疑惑，就不会发生像我的小朋友曾经在课堂上问过说，那如果老师男生也被性侵害，那我怎么办？就那个，他就问那个妈妈，然后那他就翻过去不理他，他没有回答他，然后他就回来问我，就变成说他小6之后，他不断的带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来问我的时候，让我感觉到
很奇怪，就说这不是应该有专业师资来进行的东西吗？来，就是说性别平等教育其实在台湾社会是需要的，但是教育部又没有足够的经费跟所谓专业的师资来去上这些课的时候，就会让一些外包的团体把它包走。那这个就是妈妈所担心的。那教材有没有经过审核？有没有经过学校比较专业师资的把关？其实都是很大的问题。老师，那我好奇问一个，我想守贞教育不会是我们台湾自己独创的，在其他国家它有什么例子，或者有什么他山之石我们可以参考的吗？其实守贞教育在美国是一个大本营，所以他们有过一些统计。那其中有一篇 paper 在讲到说，签下这种什么真爱誓约的学生啊，他们统计在签过的5年之后的那个性病比例跟未婚怀孕的比例，其实是高出很多的。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使用保险套，那他们也不知道保险套的重要，所以反而那个得病啊，或者是未婚怀孕的比例是高出很多的。就是人的欲望，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所以我们要去面对它，而不是说我要设下在什么时刻。那这种恐吓式，我觉得其实是比较无效的。对。道理啊，位置因所講嘅係所講校長道理啊，當咗正嘅小正教育，哪一方面也引起當多討論係全方位式嘅性教育，到底要係教到乜嘅？先了解下，啱唔啱真係？家下入行多項嘅討論，當然都對素質嘅教育當然負。故作小亮就推介為社會團隊去拜訪嘅長期傳統素質教育嘅第三者協會，希望打幫安尼嘅方式來了解協會嘅教育理念。好，請坐。可以请主任跟我们介绍，就是真爱守门员的核心精神还有意义吗？这个课程事实上它是包含了爱的教育、价值教育跟品格教育。我们协会的所有的每一套课程里面，我们期待是站在青少年的一个需求上面来设计我们的课程啊。因为课纲里面有提到说，就是要认识安全性行为，并且学习怎么样保护自己。那得胜者可以进入校园时，他的教学内容是否有符合课纲呢？安全性行为，它真的安全吗？所以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从医学的角度里面来看，没有任何一个避孕方式是100%的。OK， 除非你选择不做这件事情。所以安全性行为，真的，如果说真的要安全性行为的话呢，不要发生性行为，是不是其实是最安全的？但是，也许对于这些小孩子来说，他总不可能就是我一辈子都不要性行为吧？我觉得啊，你让这些小孩他去知道正确的事情之后，他才有办法真正的思考，他才有办法真正的保护自己。无论如何，这样子也会比就是他自己长大以后，他好奇，他想要去做，但是就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他，当你真的想要去做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保护你自己。那当他好奇的去做了之后，他怀孕或得病的几率不是会更高吗？我很高兴说，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可以再次的澄清，我们的课程不是叫你不可以做，不是，我们其实是帮助孩子去看到，如果做这件事情之后，你的一个后果。家庭主任就拿出嚟1道嘅書記韓國教材，當有奶時妹嚟講，性行為對成人呢會有奶到唔好嘅影響。1點鐘過後，小亮就講出嚟，可能一道教材佢有乜嘅想法。當你是一個小孩的時候，大人越說這件事情不可以，大人越避免去談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它就有一個潘多拉盒子的魅力，我們會越想要去好奇，越想要去了解啊。那我的意思是說，從大腦的一個發展裡面，它就是還沒有剎車系統嘛。那加上性的一個後果，到底是不是孩子能夠承擔的一個後果？所以站在我的價值信念裡面，我是覺得。我不可能在这个阶段里面去教他这么多保护的措施，因为站在我的一个立场，我就不希望他受到伤害。還記得唔接受結婚前有性行為嘅素質卡冇，主任就澄清講，記得唔會俾啲學生嘅嚟參加種卡。雖然主任說他沒有強迫，可是我覺得很大的一個因素是同儕壓力。對，就是當所有人都在簽的時候，你自己不簽就是一個壓力。是。那
是这样的话，有可能等于一个无学强迫。小亮，你的一个意见我非常的同意哦。所以在106至1学期，我们在这个部分的活动，我们现在还在想，我们可能会设计成性健康的一个宣言，而这是你自己可以为自己做设计的，就是你自己来写内容。好，就不是觉得我们已经写好了，然后大家一起做，可是你不做，你又觉得好像别人都做我不做，好像就觉得还有那种压力啊，非常好。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部分上面，我们可以把这个活动做得让同学是真的做到了，是你自己自主的一种选择。主任讲嘅教材，伫发行10年過後，也就會改版呢。所以新教育會有行卡動用嘅選擇冇，這位就得繼續嚟面看啦。全方位性教育係教按到乜解呢？對 A 到 Z 都有教。早喺1933年，北歐嘅瑞典就開始實施。有名嘅瑞典性教育手冊係用學生嘅角度喺課堂上來開放討論，冇批評，還會尊重所有學生嘅選擇。而青少年學定對性來負責，還個自家保護自家。也按多年來，台灣未開始有全方位性教育教材，像係亞次、青春性喜劇。青少女雅若喜欢游泳，却意外发现水流会带给身体快感。不安的她找上好朋友小蜜，想了解到底怎么一回事。雅若和男友小康已经到了发展亲密关系的阶段，可是小康不知道如何进行，只得透过同人模拟。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10多岁要如何面对欲望？自己的身体又要如何才能快乐？这就是性别平等教育协会制作《青春水样》这部影片想要探讨的内容。参加《青春水样》首映的中学生说，平常讲到性，老师或父母不是直接跳过，就是含糊带过。这部片用轻松有趣的方式谈性，正视欲望一点也不尴尬。性别平等教育协会表示，以性为主题，绝不是要鼓励青少年发生性行为，而是希望以这部影片作为媒介，协助老师能以性别平等及多元观点来进行性教育的教學。雖然亞出影片主要看嘅對象係國高中生，不過有小學嘅先生係喺課堂上用嘅1分鐘嘅預告片，有一道家長就動手開始有反對嘅聲。一群小学家长大声对着台北市教育局主任秘书陈顺和表达不满，原来这是因为性教育影片《青春水样》内容太过露骨，还出现性感带等等字眼。北市国小学生家长会联合会认为，这已经不只是性教育，而是性行为教育。请问国小阶段的孩子能够去探索性吗？你们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小学的时候就发生性关系吗？你讲给小学生看，国中生看，这什么意思？刚才大家在影片当中有没有注意到，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来，我们欢迎性别教育协会的庄理事长。老师，这个叫全方位性教育，全方位式的性教育。那全方位指的就是什么都教，不会只教禁欲，怎么照顾自己。然后怎么安全性行为，怎么保护自己，然后情感怎么做决定，什么全部都要谈。我们这边有一些我们得到的教材的范例，现场的小欧稍微看一下，我们有4个选项。第一个，结婚以后才可以，就是不要婚前性行为嘛。然后我们看到，你情我愿就可以，关系稳定就可以，其他。我觉得其实除了关系稳定跟你情我愿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啊。OK， 所以你是交集的这2个，那个高爸，2个都跟刚刚小亮一样，2个是交集的。以目前是这个结论看起来是那2个交集是比较重要的选项。OK， 所以会有很多人讨论，然后像现场大家就会提到说，我不会只有一个，你会发现说哇，孩子其实对自我的要求是很高的哎。他不会说只有一个这样就可以，他觉得我可能要关系稳定，我可能还要你情我愿，全方位希望做到的是打开一个讨论的空间，不是只是很教条式的去跟孩子说你只能 A， 只能 B， 只能 C。可是孩子往往发生的情况往往不在这之外，他就不知道说那我应该怎么办。所以对全方位其实是希望说是有讨论。然后有很多的空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
不要带有价值判断的去教。所以全方位式性教育啊，也是可以包含说，如果孩子他们的家庭是在守贞观念底下的，我们也是会尊重他，对不对？所以就是不带任何的价值去判断每一种观念的家庭，这样吗？当然，就是他认为守贞是他想要做的选择，好，那大家就要尊重啦。反而某一个情境里面，大家会对于年纪已经很大了，然后还在守贞的人会嘲笑。譬如说，我们都会说什么谁是演艺圈的最后一个处男或处女，会用有点嘲笑的方式在讲说，哇，年纪这么大了还怎么样？其实这个也是没有尊重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我觉得这个表就是一个价值角落的呈现嘛，哈。那其实它就很像数学的象限的概念，就是人是可以移动的。那假设我今天在这个时间点，我去想说，我觉得结婚以后才可以，那我以后可能移动啊，就是说每个人的性价值观其实是可能改变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让大家去思考，说我到底要在哪个象限上去移动。下一个，这个教育包括有你最喜欢、最不喜欢的身体部位，别人曾经赞美、批评的，或是你的敏感带。我们看到《青春水漾》里面那个女生在游泳池的那件事情，然后后来跟她的同学谈到敏感带，好像就让很多的家长会有一些想说，孩子需要知道这个东西吗？那现场很多家长，我先一样举圈牌好不好？你觉得你的孩子他们应该要知道自己的敏感带的，请举圈牌。没举的我就视为还是举插牌，好不好？不需要知道。我们Jeva先麦克风递给他好吗？Jeva有2个小孩，除了JJ还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姐姐都不应该知道自己的敏感带在哪里。对，因为我觉得还太小。太小。刚刚在新闻上面，其实大家一看到说探索自己的身体，然后再谈到敏感带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跳起来了。好，可是敏感带除了性之外，它其实我们身体的很多的部位都有所谓的敏感带。我们很害怕跟小孩说什么是舒服的感觉，什么是敏感带。可是请问你们哦，如果你们不知道什么是舒服的感觉的时候啊，大人一直教我们说，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你就要说不。如果不知道什么是舒服，怎么会知道不舒服？对，知道，你学不会什么是舒服的时候，你怎么会了解什么叫不舒服呢？好，那个不舒服感觉就是非常的模糊，对不对？好，所以有的人就会特别说，我的肩膀就是不要人家碰，不管是谁。那有的人说，如果我跟向日葵比较好，我可以接受他碰我的肩膀。所以其实我们在谈性教育、性别教育的时候，要讲的是这个，不是只是叫小孩说，哇，你就是去探索所谓的性的敏感带，然后你就要跟别人去发生性关系。好，我想要知道现在台湾的普遍的性教育，大部分像教育部采用的课纲或者是什么样的，会是守贞式教育或者是全方位式性教育，然后这两个之间为什么会有在教育部的课纲底下会有我上到的是全方位式的性教育，但为什么别人上到的是守贞式教育？因为性别教育在学校并没有一个正式的时段嘛，所以就很有可能取决于导师的态度。所以很有可能你的学校的导师他本身就是比较认同所谓全方位式的部分，但是就我们所知道，其实全台湾的很多国中小，甚至有一些高中也有，其实很多老师是比较认同禁欲教育的，所以他们会请彩虹妈妈进去讲这种守贞的部分。我其实自己是一个小2的女儿哈。我的立场是说，我觉得小孩其实从很小，他懂事，他开始对他的身体有好奇的时候，就应该要教他。那我觉得教他并不会让他提早去发生性行为，我对我的孩子有信心，反而是我认为会让他比较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媒体就是发生一些社会案件，为什么小女孩会被这个就是被骗什么去口交，
就是帮这个大人口交，因为如果是我的孩子，他会知道嘴巴是他的秘密部位，他不能随便用这个去碰别人的秘密部位。那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性教育是越早开始越好。我觉得啊，如果让小孩从小就知道这些正确的知识，反而比他长大以后因为好奇，例如去看异性同学的性器官长怎样，或者是乱去在不安全的情况下发生性关系好。全方位的性教育，他们的统计也是这个样子。你教孩子越多，让他越早知道的越多，其实孩子去发生性行为的年纪反而会越延后，就是初次性行为，而且发生危险性行为的几率反而是比较低的。我的疑惑应该是这样子，我们现在谈了很多的一个性教育的部分，我们都把它着重在性行为的这件事情上。我不晓得说我们在一个教育体制上面来讲，我们在情感面这一部分，我们有没有好好教孩子这些东西？全方位的性教育，它谈的是情感，是爱，就是当我们谈认识自己的身体，了解自己的感觉，探索自己，这其实是一种爱自己的方式之一。未来如果我遇到另外一个人，我要跟他一起分享我的感觉跟我的身体的时候，我也可以告诉他什么样会让我舒服，什么样是我很不喜欢的。这个也是一种学习爱人的方式。所以我的确认为，就是全方位的性教育要学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绝对不是只有性行为。好，今天宝贵的半小时，非常的感谢现场的两个先生，那所有的谈言设置。其实了解礼拜节目内容也係社會事件簿2016年度嘅最美熱輯。非常感謝安到電視台上嘅觀眾朋友，聽你呢幾年來鎖定嘅42則主題，希望透過呢啲主題，本社會就會了解下那多嘅面向，也本所有嘅談言，就透過呢42則嘅角度，下那了解你設計聲音啦。當然，下那精彩內容，稍後來下那繼續收聽社會事件簿，出來啦！价值观哦，我认为老师如果他希望稍微带入一点点，老师就像说，老师认为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怎样去看待这件事情，只带入一点点的话还 OK。可是如果他希望灌输小孩某种特定的价值观，我认为这样是不对的。当大人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譬如说要买一台车子或什么的，他们会先看过很多各种不一样的再做决定。小孩也是，小孩要决定自己的价值观，我们需要各方面的资讯，就是需要去看过各种东西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决定自己想要怎样啊。